阳明月道，未有天地道先立其体，亦有天地道人讲其用。所以讲起来，伫这个所在是咱老子阳明家讲是道，吼，伊本来嘛毋是道，咱囡仔当生出来敢有名？无，咱家阳明。咱所看的这个物件，即拢有一个名称，是因为了有这个形了后，然后人当家己阳明，吼，讲这是一个培啊，这是一个讲台，这是一个电脑。那么伊原始的道有，然后家己阳明。那么咱的道呢，同款，吼。那么咱老子呢，伊体会了着这个。道体会了就这个元素，阳明月道，那当然呢，这种无形无相，那么呢的物件，咱要去体会，敢有遐简单？敢有？无啦所以讲老子呢，伊才甲伊那么拄在这个经典上，遗留有了这个清净经。互咱后世人会当依着这个文字，借着文字，那么呢来体会了着这个道。虽然看袂着，但是道咱体会着，咱体会会啦虽然看袂着，但是咱有法度体会了着伊的存在。所以咱大家呢，当有法度来坚持啦。然后咱看袂着，体会袂着，咱敢会坚持？咱敢会坚持去行这条路？所以讲呢，咱就是讲得着道了后，经过了着那么呢学习体会，慢慢的来了解了着道义的存在，以自我会当了解了着伊的可贵，嘛，互咱了解了着道伊的伊的这个伟大，伊的这个尊贵。所以讲呢，就不断的爱透过了解这个学习，咱有法度去甲伊体会啦。无咱讲得着道，咱若无感觉讲我去求着道了后，身躯加啥物物件嘛？敢有？无啦但是慢慢体会，咱自然而然咱就会感觉讲哎呀有影，我的自身内底有了着迄点灵，人敢有无用嘛那么迄点灵是来自于了着上天，所以咱来讲天人之理性，实性之理道，互咱了解，有了着这个天，有了解着这个道，甲有了解了着这个这个灵性，所以讲尊道，尊重了着伊的若无有了着这个道的尊贵，那么呢，咱会使讲无法度通升华。所以道呢，就是升华万物之宝。一切你看的迄袂着物件，拢总是由道来升华的。所以讲起来呢，咱会当慢慢去甲伊体会了后，真义呢，咱会当真正来找到转来，然后再来甲伊实践。那么实践就是讲不一定。伊不一定呢，咱拢尊重了着伊的用，尊重了着伊的用，咱来甲想，上天互咱这点灵了后，互咱这点灵了后，若无有了着伊的力来咱涵养，那么咱才有法度能形成了着一个人，敢有？所以讲，咱人是天生地养，所以讲呢，伫这个应该讲起来。天地人生人，当然伊爱请来，爱养来。那么对咱对一个囡仔还未有体的时阵呢，开始甲伊形成了一个囡仔呢。那么伫这段的过程，也就是讲上天呢，伊伫这个所在来甲咱生活，这嘛就是讲上天。那么呢，讲起来。伫咱人了后，互咱人迄点灵了后，赋予咱啥物？赋予咱光明。那么也就是咱所讲的五常之力。因为要形成一个人，一定爱富有五常之力。
咱会当谈清为了个人啊。所以讲咧，伫这所在，咱也来甲想，一个人到伫这世间的当中，咱会当真正来甲伊流露了着伊即个业。那么咧会使讲万事圆满，上天付出互咱的功力，咱会当甲伊保守，伫伊用的时阵，咱会当真正甲伊流露，自然的流露。那么咧，这就是德性。所以讲咧，咱讲伫咱上天咧，会使讲是非常的慈悲啦，所以讲咧，木无本不生，水无源不流，万物无因就有。当然咧，咱甲看一丛树仔，伊会当来布地生根发芽，伫这个所在，伊才会当用咱。咱搁有看到啥？无嘛无看到啥。但是为虾米伊有法度自然的成长？这就是上天赋予了的所有的生命力，敢是安尼？所以讲咧，伫这生命力，咱虽然看袂到，有伊是存在的，伊是存在。那么水无源，若讲水无源，伊就不管。水若无源头，像咱真咧落雨的时阵，咱水沟仔有水，雨若停，水沟仔敢阁会有水？敢阁会有？无啦所以讲咧，水无源，就是讲咱爱有水库。那么这个水库付出了着这个水，然后伊才会绵延不断，供应互咱食。那因为都来讲咧，嘛听伊讲，嘛真久无落雨啦，水库嘛咧干啦，但是这2天咧，那么这个天气的变化，伫台北咧落真济雨，所以讲咧，伊的水库佫有水，水库佫有水。咱台南遮咧，可能伊的水量嘛还佫无够，所以讲咧，若无有了着源，伊会断在去，那么咧，再来万物无因不着，因，那么就是讲伊生命的因缘，伊伫即丛树仔伊的根，若无根，当然无法度咧，真正安尼咧，生存。那么咱来讲咱人到有根，人看会见即个身躯的根，敢有？即个根伫对？即个根就是皮肤嘛。所以讲咧，必先后为先。所以讲上天即个是大人生互咱即个身躯了后，敢爱自然养啊，无变大汉嘛所以讲咧，有时大人生咱即个身躯了后咧，当然咧，伊一定爱3年突破10年教育，那么咧，会使讲含辛茹苦，从安尼生落来了后，从袂生落来，有生的时阵，就开始安那咧，即个妈妈咧，就开始受到怀孕，迄种的无方便。甲伊长大成人所付出的艰苦，敢有济？有啦所以讲咧，人讲必后，即个必先后为先，敬重时大人，就是亲像敬重了着咱的根。那么咧，共款对时大人的尊重，咱来去往上去来推，因为咱的时大人有咱的祖先，有咱的祖，而咱的祖先。那么咧，佮往上去推，也佮来自于了着天，来自于了着道，这就是因缘嘛。所以讲咧，咱讲食果子拜树头，食米饭咧敬田头啦。那当然咧，过去咧有一个即个农夫就是带伫即个庄骹啦那么伊是种植，那么种植即个老农夫咧伊靠着一条的即个溪流的水，佮伊咧灌溉啦，田里咧灌溉饮水，拢总是靠着即条即个溪流。那么有一天咧，即个老农夫伊就看着即个即个溪流咧，伊遐心叹就对啦，伊遐咧感叹。那么咧，伊太太咧
就甲伊讲老诶我看你安尼愤愤不动，你是有啥物心事啦？那么咧，即个老农夫甲伊讲啦，太太，即条溪流呢，就是咱即个家庭内底，那么咱咧维持了着即个正常的即个溪流所以讲咧，自过去到即马已经经过了足久拢总是靠即条溪流。所以呢，伊对即个溪流呢，会使讲是非常的即个的即个啥呢？的即个重视。但是呢，伊毋知影即个溪流，知影感恩重视，但是伊毋知影溪流的来源啦。所以讲呢，伊就想讲安尼伊有一天呢，伊就要去找看即个水的来源从哪来就对啦。所以讲呢，伊有了着即个心愿。伊就开始经过了着几工遐后，伊拄好迄个行，经过几工，来到了着一个瀑布的所在，看见迄个水已经伫瀑布遐流，伊非常的欢喜啦。伊就准备一撮鲜花，甲即个水果，伫遐来咧拜啥呢？来拜即个水源，拜即个水源。那么伫即个所在，也就是咧感恩，安尼我一世人所用灌溉的水拢总是由即个源头来，所以就非常的感恩，这样也来拜嘛。这就是对伊的敬重。但是伫即个时阵呢，即个山神甲伫即个水神，伊就感觉讲非常的好笑啦。那么伫好笑的当中，毋过呢，即个农夫伊都是饮水思源的人，嘛会使讲非常的即个难得的对。但是即个水神甲山神为虾米咧甲笑？因为伊是咧讲农夫伊想讲即个瀑布就是水的来源，所以伊就是来拜。但是即个水的来源是来自于了着天，敢是安尼？来自于了着道，这才是一个根源嘛。但是当然农夫毋知那么伫咱过去，咱还未求道的时阵，有可能咱嘛毋知影咱的来自是来自于道啦。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咱去了解咱讲咱食果子呢，来拜树头。那么咱今日去修行学道，无非就是咧寻根，寻根嘛，就是因为安尼，才爱求道。因为你无求道，你毋知影咱的旨意至善，咱自性的发源地伫啥物所在。那么伫咱自身来讲呢，咱嘛毋知影灵性伊出入的所在。所以讲，伫这所在呢，毋知影了解这个信息。所以毋知影毋知影心从何来，事从何去。所以讲呢，咱一定爱去求道，会当找着了后，那么咱会当去家己求道，会当去家己求道。那这就是这个再来呢，咱为何要尊重了解这个道啦？当然呢，伫头前或许已经有讲过。咁咱为虾米要尊重这个道？亲像了解这个老农夫，伊看到这个瀑布，伊感觉讲这个是水的来源，所以伊非常的敬重，就甲伊拜拜。那么咱今日去共款，那么呢，为虾米咱对道伊的重视，伊的感恩，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多处呢，甲咱讲，无明天地之数。所以老师呢，甲咱讲无明天地之数，那么呢，这个道，就是无明天地，你无明一切，我有讲过，没有天地，道生灭，入一体。那么这个道
道是老师家己用名尔，无伊本来嘛无照讲是道。哦，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哦，即、个天武明天地之始，即、个道咧，也就是伫即个天地以前，那么伊就存在。地有，哦，地有天地，道有公义用。所以我哋头都有讲过，就是讲，伫世间本来无，然后形成了一个体了后，咱来用名，咱来号名，哦，所以讲咧，道就是有名万物之母，生化了着万事万物，哦，甚至至细的微虫，哦，至大的种种，拢总是。道义的生化，所以讲起咧，伫即个道来讲，伊有孕育，孕育万事万物的即个元素，也就有了着伊即个功能。所以讲起咧，伫即个道咧来讲，咱老师来讲，武明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那么就是讲道，那么伊的即个原来。就是咧讲道伊的即个原来，那么也就讲伊道的存在，那么咧嘛讲着道伊的功用，互咱了解着了后，咱才会感觉讲有了着即个天地的事实，会使讲是非常的即个尊贵。所以讲咧，伫即个道德经咧，伊共款要甲咱讲，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咧，道来讲起来讲，一阳光，那么太极初生啦，一阳光，太极初生，太极初生。那么一个一生机咧，那么就是经过了着阴修阳法，那么咧，伫即个所在举止，那转动。伊产生了着啥呢？伊成了着一个三，伊甲伊成了着三。所以讲咧，有了着阴阳交感，对武明来设出了，歹势我可能爱用较细声讲。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咧，那么对武明。为了着即个无形，甲着了即个有形，所以讲咧，就是二成三。那么咧，即个三生万物，就是讲开始伫有生有，开始生育分化。所以讲咧，咱人着不断不断一代传一代嘛。这就是三生万物。一代已经是有生有啊，咱看会到。那么看袂到就讲元素道来生化的分化的开始，甲咱即马三世万物，伫有生有的时阵咧，不断伫咧分化，所以咧生命延续，生命延续，这就是三世万物。那么咧，伫即个万物，伊对从何而来啦？这个万物咧，对啦，就是有了着。阴阳二气，就是阴修阳化，有了着两股的即个力量总合交感，但生出了着即个万物。所以讲咧，咱经常定咧讲一阴一阳为之道，所以除了阴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所以有了着即个阴阳，甲产生了着即个万事万物，那么伊一直。演变，所以生命不断演变，一直演变，较深嘛，所以讲起来咧，伫即个所在，咱来讲道咧，伊的生化，会使讲是非常的微妙微巧，所以咧，虽然伊是无形无相，但是咧，咱会当去家己做即种的即个体会，咱讲政府颠倒，政府去了解着道伊的属性，所以讲咧，无极光一生，一生无极光一生，一本善万事，一本善万事，咱讲咧，所有看会到的物件，看袂到的物件，
拢是富有了着一个比例。所以讲的伊的物件咧，所有的物件是富有了着比例。所以讲的，而且一本3万书，种种拢富有了着道义的存在。我以前会讲是安尼，毋是讲咱人富有了着道尔，只要道啊哪有道，伊敢有阴阳，融合，甲成就了道啊，敢有啦所以讲起来咧，就伫这所在咧，互咱会当去了解。那么咧，甲咱讲天地一清啦，天地一清，地地一德，人地一节性，所以天地一清，节清。如果咧天若失一，那么咧失者是咧车神乱对，而这个宇宙之间有偌济车油，咱敢知影？敢知？毋知。但是车油因敢有因的轨道咧走，有那么咧，伫即个轨道咧行，伊拢袂去烧路，敢是安尼？袂去烧路，那么咧会使非常有了着即个顺序伫咧运转。那么一个力量，也就是来自了着道义的力量，来自了着道的力量。所以讲嘅天地一清，若无咧，伊就乱车神乱对啦，即个车神乱对。地即一即流，所以讲咧，你若要得到因咧，那当然咱讲三班地理啦，而且咧，道伊是修行嘛。道即个地嘛，地是修行，得一理伊修了的即个行。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咧，若讲正规一规，正道一道，安尼敢有影？有啦因为安怎讲咧？咱咧讲敬天地地是敬，为什么敬天地？因为咱人是天生地养，敢是安尼？所以讲咧，地义妙而性咧，互咱真正无法度去甲伊形容。伊的即个原理啦那么咧，人得伊即性，那当然咧，失去了着即个欲道轮回。所以伫这所在，嘛甲咧讲，过去诸菩萨真正修行的人，毋是为了福禄寿，毋是讲为了着我即世人变好好囝啦，毋是，伊是为了着伊未来一点的灵性。要安怎会当轮回倒转去了着伊的轮回？袂去对着了着即个轮回啊！因为轮回生死敢有艰苦？敢有？做人敢有艰苦？有啦若做前世敢有搁较艰苦？做前世也搁较艰苦。迄是有一届咧，好势去泰国，那么伊咧即个心灵班3天。因为咧，伊咧就是要互大家了解啦那么咧，前世嘛有生命啦，伊就因为拢是新道亲嘛，伊就放一寡影片就是咧杀生，杀生亲像这个猪，较粗鲁，甲伊要甲伊杀的时阵咧，是当迄个铁棍仔举起来，伊放伫迄个猪条内底，铁棍仔举起来。伊头壳会咧讲甲伊倒落去，甲伊处理。牛咧嘛是共款，一天头咧去甲绑伫一支铁管，即个条仔的顶盘，著有使啊硬架，一个头咧硬架，下个架起，标一支铁拄好喷弹刀，了后咧嘛是用铁管伫头牵甲，迄只断安怎咧？两脚拍落去了后，咱嘛讲白刀进红刀出，白刀进红刀出啦。伊迄个牛血足济，安尼刺落，刀插落了后咧，迄个血那像迄个水沟安尼咧流。互我伫遐看一个心肝头咱讲差一点爱滴迄种啥电滴啦，爱滴种电滴，非常的艰苦。我想讲无较早无较认真来修咧无若拄啊好无小心去互走伫遐去即声就真正苦袂了所以讲，咱讲所谓前世嘛是有生命来自于道嘛
所以讲，咱今日去修行学道介绍，本来就是要恢复球嘛，啊那无要成就，就是有困难，所以讲呢，咱伫修行学道，咱爱求道修道，那么呢，成者立业，立失业即嘛，得业成理，所以讲呢，俗语讲，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所以讲起来就是讲，即个以坦正来讲，生哉人哉，成去人亡嘛，这就是讲咱人必须去检验，伊大家呢，咱会当有遮济，但是咱人伫即个社会要叫人生存，敢爱讲理，爱啦吼，若无讲理，咱讲话，迄个人迄个人交伊做伙做工作，迄个人无咧讲理，无咧讲道理的啦。若无咧讲道理，就欺负道嘛。伊所讲所做的，咱感觉艰苦嘛。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咱行到对嘛无人言。所以咱的无人言是咱家己做事的，咱是安尼。因为咱失去了理，嘛就是讲失去了道。所以较早来讲，有道的明君甲无道的昏君，那么你今日去修行学道，那以佛法来讲起来，佛法就是失道嘛，咱是就是失理嘛。今日甲爱来修行学道，要甲咱本来所具有和上天互咱的德性，伊已经付互咱，咱甲伊放弃、无去，咱真爱甲伊恢复回倒转来，恢复倒转来，嘛就是讲会当恢复了着理，恢复了着正道，然后呢，咱就有法度呢走遍天下，若无呢，有当遮行到遐，咱嘛足讨厌；行到遐，咱嘛足讨厌的，敢有迄种人？有啦咱敢有希望咱是迄种人？无啦还是爱人好啦，咱做人爱有公道理啦，嘛无公道理，所以讲呢，伫修行来讲起，嘛就是以佛法来讲起，嘛是爱慢慢会当公道理，当公道理就讲做人爱有道理啦，毋是只讲道理啦，就是讲爱慢慢咧做人爱当愈来愈好，愈来愈圆满，那么呢，人会愈来愈介，嘛会愈侪人愈介意啦。咱是安尼，安尼叫做人缘好，人缘变好，嘛就爱你有道，爱有理啦，这个是咱修行学道咧，其实伊的重点。因为咱所讲的，咱就是咧修普度修嘛，无咧修头壳一摊咧，嘛咧修头壳一摊对啦所以讲起来咧，目的就是要恢复了道德，所以讲咧，而且甲人讲，道了者不可顺利，可离非道，所以讲呢，咱人袂当离开了道，因为咱捕捉了着即个道，咱袂当离开。咱离开去了后呢，不可思议，可离就是非道，已经失去了着道，失去了着即个理。所以讲起来呢，咱爱固守佛条的，而且爱家游入道的可贵，游入道的可贵。所以讲呢，大道无形，生育天地。那因为伫即个尊道贵业来讲起来，伊即句呢来自于了定道德经的51章，即个尊贵章所以讲呢，或是呢伫即个所在，借用伊内底伫遮呢，了咱家己共同来了解那么道之所以咱人爱去尊道贵业，咱爱先了解了明道。伊是啥物有所在，互咱去尊贵，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道生智，道生智，那么就是可比咱四时的即个春天，道生智，会使讲亲像春天万物明芽啦，甲春天的时阵呢，万物萌芽嘛，所以讲春冬，也就是讲，伫即个啥呢？就是讲上天在天愿意赋咱人学习，互咱人有一点的情，咱人有法度通开始生活，敢是安尼？他拄仔讲的，比有天道爱生入机体嘛，所以形成人的一情，上天互咱一点情，
上天若无咱去点名，咱袂长大成人呢，敢是安尼？哦，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哦，咱来讲，伫囡仔来讲起，囡仔若无一点名，敢会大汉，敢会为虾米囡仔啊？咱讲啊，迄囡仔细汉就死去，为虾米死去？因为迄个身份无去点名，所以伊重点是去点名来运作了解伊的四肢百骸。哦，加强了解，互伊食营养分，互伊会当入去来长大成人，哦，将来成人啦，哦。那么伫物件来讲起，哦，物件来讲起就是讲，咱若甲想，依照即个科学要来做一篇飞机，飞机啊，咱咧架飞机咧，哦，爱做拖头球，哦，咱有法度通做，做伊的形体啦，做飞机的形体甲拖头的形体。敢有法度？敢有啦吼。那么呢，伫一个科学所做的，甲一个上天伊本来天生自然的规矩来念入去破裂。科学家所做的即篇规矩，伊无法度通生因发现，但是上天伊即个自然的规矩念落去，伊只要有了定自私因缘。哦，有了解培分、水分，哦，有了解即个营养，伊自然而然的，伊就会成长。哦，那么伫即件子，哦，伊还未富裕以前，上天敢有先互伊生命啦，敢有相像，哦，相像，哦，啊，这个所在呢，啊，好势呢，来互咱看一下，吼。我呢用即个。哦，这是迄个讲啊，是沙漠玫瑰啦，吼，伊开始成长，哦，的过程。啊，平常时咱来看伊咧成长看无，但是伊这是成长的过程，那么加速度，咱来甲看，伊这个沙漠玫瑰只要伫迄内底，经过有水分，哦，有了阳光，哦，有了空气，有了培分了后，伊开始自然的成长。咱来甲想。伊安尼成长到有人的意思，到有人甲做。咱即个看，伊咧成长，敢是人而且像咧起厝讲一块砖啊，一块砖啊，接着，敢有无啦吼。那么伫这个当中，哦，迄个子是上天互伊了后，生活起来就是上天互伊，哦，伊的德意，就是讲伊的德，哦。那么赋予身躯了后，伊慢慢来成长起来，这叫做天生自然。哦，这就是讲，哦，这个生命力，互你伫这个啥呢？这个沙漠玫瑰内底的籽内底，只要你甲点过，哦，伊自然而然提升。那么伊成长的过程，哦，袂使讲是自然的啦，哦，毋是像咧起厝讲，我要去这间性能，哦，得来请工人来起来做，拢唔对。啊，所以讲呢，上天呢有了解这个，吼，有了解这个能力，啊，有了解这个能力吼。那么再来呢是看咱这个人吼，哦，这个是这个人类生命大概过程，哦，或者来缩小吼。哦，这是囡仔伫迄个保法内底，哦，保法内底吼。这是迄个囡仔吼，迄个腹肚内底咧，哦，啊，这个受精了后咧，哦，开始伫这个保法内底，哦，伊会成长，为了个，哦，一点。开始咧来生活，哦，咱来甲想，伊而且咧来开始生出了伊的消化系统，哦，伊的肾脏、肝脏、输液，咱来甲想，伫这个过程，敢是用人来甲做的，
所以一段就是上天以微妙为巧，所来创造了这个人，这人有法度，人有法度去甲创造安尼，那安尼就有殊胜无？都有殊胜，吼。It's still smaller than her little toe. After another month has passed, the inner river has become fierce, and it's kicking, curling toes, clenching fists, frowning, and making other facial expressions. But the mother still can't feel it. The fetus is only about 2.5 inches long. By the 13th week, the baby is completely firm. By week 32, the fetus lacks only a good length of fat, and the fish is not completely mature. During the final 8 weeks, the baby's appearance changes little, but the cells in the brain and nervous system continue to knit together, and the baby becomes more alert. Our bodies are almost completely with gifts and most personality traits. 即个囡仔伊好腹内底自然的成长，咱讲是自然的成长，咱是上天的生活，所以讲咧，上天创造咱人，会使讲是微妙微巧。之所以讲咧，咱人原本拢从是来自于倒的生活，那么伊就是有即种的能力，所以讲咧，那是咱万事万物的迄个因果，嘛，就是因为了解，咱受到伊的即个来源，那么咱按了解伊对万物伊的存在，然后回倒转来，咱唯一就是用一个感恩的心，咱就是讲要安怎去甲伊找回倒转来，那么就是讲修根啦，那么再来呢，他拄仔咧讲咧，伫成长的过程，那么就是道的体了后，成长的过程叫做道体的德性来生化，来生化。但是咱上天的，生互咱人了后，互咱富有了的五常之力，那么这个五常之力呢，嘛就是上天与生俱来的，敢是安尼？那呢，伫这个所在，我用言注一句呢，人之所不可移量，移量量；所不如移移，移量移啊。用人与生俱来的能力，用力是与生俱来的力量。所以上天互咱这个体了后，伊甲咱捕捉了，已经捕捉啊，咱来甲想，一支手机啊，一支手机啊内底功能，咱有足侪。那么伊手机啊内底有迄个功能，你要用就有；伊若无迄个功能，你要用到无法度用，无法度用。那么伫咱人，上天已经甲咱捕捉好啊，所以讲迄个囡仔生落来了后，伊若法度枵，伊敢会换，敢会啦如泥泡泡的拄好伊敢会熟，敢有人甲教，无伊太会。伊太会，这叫做以天俱来。上天伫伊来创造好了后，就甲伊捕捉着伊内底的功能啊。所以迄个囡仔成长，伊人讲七岁八岁，良是发9月，那到发9月安尼咱阿祖的可能较慢所以讲咧。伊如果咧到某一个程度，伊就开始，就已经有成长到啥物程度啊，对啦，那么伊成长到啥物程度，就是讲上天已经来捕捉伫内底啦，你讲咱讲这个德性来讲咧，人的言语的理性，敢是上天伊本来咱来的时阵就甲咱捕捉啊，敢是安尼，所以讲咱人会好。敢爱教，当然有效；敢爱教，唔免啦。为什么唔免？因为天就甲咱捕捉有迄个功能啦。
那么呢，咱只要甲伊发挥，自然甲伊发挥流露出来，那么安尼就对啦。安尼自然而然伫世间咧，咱就万事如意，咱的生命就会很好。但是因为伊付出互咱五常之力，是因为咱人来到世间，为了着成实惠利，把咱本来固有的常业，甲伊覆盖，甲伊覆盖去，变成这个功能都失去。但是功能是存在的只是咱为了着成实惠利，甲伊覆盖，伊无法度甲伊流露。若无是上天拢已经甲咱付足的。所以讲咧，咱今日呢，嘛就是讲借着修学道，要甲这个常业甲伊恢复。因为这是上天互咱的上好的物件。咱讲有理不低义，低理不能用，用理不能治。所以讲咧，咱就是要甲伊用解达到完满，唯有咧来透过了解这个学习，所以讲咧，咱上天的所以讲是非常的慈悲啦，咧创造一个人，迄个咱真有看到，咱科学的机器啦，要咱人较有差，有啦差足济啦所以讲咧，机器人是咱人伊的意识家己做起来。那么咱人天生自然的，那么会当自然的流露，拢已经付足好势啦。那安尼咧，上是人较高，还是上天较高？上天较高啦所以讲咧，咱慢慢来了解有影上天咧来创造了解这个万事万物咧。会使讲是万灵真自在，无所不无所不佮再来呢，就是讲阳春之气培育，那么呢寒秋之气变不同那么呢有了着这个劳心志、逆俗志逆俗志，就是讲互伊点入了后，爱互伊会当成长的慧命，那么就是上天伊的德序伊的德序那么嘛就是亲像父母生咱这个身躯了后，爱甲咱饲护大汉爱甲咱饲护大汉，共款再来呢，就是讲开始养育的当中咧伊已经不形质就是讲伊已经形成就是讲迄丛树迄丛沙漠玫瑰已经长大起来了咱人呢对细汉呢对这个无已经甲变到有了解这个囡仔的形，而且呢自然来生出来所以讲呢，伫这个不知形来讲来讲是就了解这个秋天那么呢秋天的当中呢，会使讲就是伊这个万物的所有的物件拢已经是成熟啦已经成熟已经成形啦，已经成形那么一本上万事就是咱较多讲所有的物件拢无离开了道，但是这个道善于每一种的物件，伊拢有法度甲创造甲非常的完美，敢是安尼？咱来甲看迄个泥潭迄个狗遐遐尼细只要来甲创造甲讲即只狗遐咧伊有了着伊的形体，而且佫互伊的力感这是狗遐个细只，佫踏落去的呢有迄个咱用目睭看袂着，所以咱来甲想，一本上万事，伊依着即种特性，符合伊的功能，就符合伊功能所以讲呢，伊会不断的迄个生活起再来讲不形质、细成质来讲手手当作那么呢，伫这个所在到遮呢，就是讲万事要归一这个不形质呢，一本上万事，伊长大了后，万事要归了着这个一。那么呢，一张这个花枝如果一粒子点落去，
会生偌济果子，足济啦吼。一片果子内底有偌济，一片果子果内底有偌济果子，足济啦吼，歹算啦。那么呢，这就是讲伊一本散万字出去了后，他书成一篇字点落去生10篇果子果。那么呢，伫这10篇果子果内底，佫有了着无数的这个果子。那么比较反复，比较反复。那么你最后呢，要去归了着这个义，但是要归了着这个义，就是讲你点落去了后，敢保证伊，的结果。果子点落去，我咧点落去，伊会足自然，佮甲我推花结果，敢有遐尼讨好，敢有遐尼稳当啊？无啦吼。要在咱人来讲起，咱人生落了后，敢会当食100岁？敢是会大汉？袂啦吼，袂记仔讲生出来来不及长大嘛。啊，一根水果若生落去